他该不会忘记今天开学了吧？不会吧？他昨天还跟我说，他很期待学新的魔法。那我们要不要赶快打电话给他啊？哦，对，打电话。电话在谁那里啊？电话呢？你有看到吗？哎呦，懒羊羊经理，电话在你手上啦。原来这是电话，打电话09几号啊？你太慢了，我来打啦。喂，阿迪姑啊，你起床了没啦？奶烘虫嘞，奶烘虫嘞。就是我起床了啦，我出门啦，怎么了？哎，今天第一天上课，你知道你迟到了吗？请问现在几点啦？迟到？现在几点啊8点了啦！不快点？8点。妈给啊！好，我已经在浩克森林了，我现在过去，你们等我哦，我快到了。拜拜。拜拜，他快到了，等一下哈。拍摄还蛮多的。海海参飞，阿迪古，你是在跟我们道歉吗？对啊，我说抱歉，我迟到了。阿迪姑，你睡过头吗？怎么第一天上学就迟到啊？不，我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我跟苏贝伟 fight 嘞。哪个树标的 fight 嘞？对，苏贝伟，我的手表坏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你不要难过啦。等一下放学之后，我们大家陪你一起去买新的。哦，你要买新的手表给我，那我想想，我想要买强势跟苏贝伟。哎，好像蛮适合你的，不然呢，你也可以选择鲜艳的粉色，或是最流行的梦色，还是带点神秘感的貂彩色，看起来就会很神秘。哎，你们怎么都走了？还有咖啡色也很漂亮哎。奶烘虫嘞，意思就是我起床了。拍摄奶蛮多哎，意思就是抱歉，我迟到了。我跟苏贝伟 fight 嘞，意思就是我的手表坏掉了。今天故事里面的课语，各位有没有都学会啦？学会了。很强哦！